要战，便来战吧！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来战斗。宫某会在打赢之后，一字一句的解释给诸位听。娘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娘，到底还打不打？他们身后好像还有逍遥门受伤的人，不知道谁打伤的。本宫是女的呀！这个才是重点吧？你是女的？东方仙云，一个腐朽不足为惧，反符咒的法宝要好好带。姑奶奶也是女的呀！本宫被一个腐朽用拳头打烂。久等了，天道使者大人，左氏在此，右氏在此。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接您回去了。峨眉仙宫左氏、右氏恭迎天道使者回宫。根本不是天道刚好顺了你的意，也不是你拦住了我，而是小女子拦住了你，真是可惜啊，东方无求。你们来的倒挺是时候啊！完全说不出口，根本没约定好，这逼格装的太到位了。都是因为有系统的加持，在剧情线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接下来的我会随时被系统召唤至其他地方，消失不见。这在历届天道使者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。之前因为主角濒死，所以被直接召唤到百媚教这边来了。左氏和右氏其实就是峨眉仙宫派出来满世界找我的人，但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让我这逼格拉满了。